苗栗县头份镇尖山里有一条米粉街，整条巷子不到100公尺就有30-40家米粉工厂，曾经是全台湾重要的米粉供应地。小小的巷弄里，有群人从凌晨就开始工作。细白的米粉出炉，欧巴桑们像是洗衣服一样，马上动手把米粉洗净，再将米粉分块晾在竹板上。把它弄散哦，风干的时候才会干燥啊。制作米粉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和时间比赛，为的就是做出 Q 又软的米粉。用米做的东西，它做得讲煮无的啦，它不如用咧真条的包熟粉做啦。我哋用阿哋做的用米做的呀。光复初期，米粉街上每天清晨，来自全国的商贩排队等着批购。最盛时期，一条街上就有30多家。如今盛况不再，街上仅存4家以传统手工制作米粉。是咪赚到工钱天天，而且爱农费就慢慢促销，所以有的做的新竹米粉要促销，自己要销路啊，没有的话怎么生存？为了重振米粉文化，头份镇公所决定重新出发，明星包装打响尖山米粉的名号，擦亮客家米粉的精致招牌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来自苗栗客家庄的篮球明星邱德志在台北市开了一家客家擂茶店，许多人都会到他的店里喝客家茶。这是篮球场上的邱德志，拍手。这是餐饮业上的邱德志。从职篮选手到成为2家客家擂茶店的老板，2个不同职场的转换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我自己本身客家因为我做客家的东西真的动多，好食东西没动多，我想提带上来都特别，其实本来就特别热来思考呢客家的东西。来自苗栗客家庄的邱德志，不仅煮了一手好咖啡，客家擂茶更是他的拿手绝活。西式蛋糕再配上客家擂茶，是他的新点子。咖啡配 cake 只是一些欧洲方面的下午茶，但是擂茶方面就是有点带个中国味的感觉。选择就是清淡跟另一种风味。擂茶雪泥是邱德志的创新口味。炎炎夏日，如果来到擂茶店，不妨来杯擂茶雪泥，再吃块客家的红豆糕，好好享受一下这充满浓浓客家味的下午时光。民视新闻陈小青、翁强斌台北报道。新竹县有一群老人家，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1500岁了。这些银发族组了一个歌唱班，25年以来从不间断唱歌，但是他们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一圆歌星之梦。学生老人家只爱唱山歌，他们唱起日本流行歌曲来，一样是有模有样。这里是新竹县竹东国小的一间教室，每周3晚上都会有这么多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聚在这里学唱歌。他们不是为了比赛，也不是参加表演，只为了一圆歌星梦。吃饱汉汉时光，利用休闲的时间在这里唱出快乐，唱出这个健康。你下个时间在你唱歌，大家交朋友，唱到当快乐。这些老人家的年龄加在一起都已经超过了1500岁。25年来，每个星期的音乐课很少人缺席。一礼拜2点钟哈，然后他们从动换期的也是自助式的这个出签哈，也不刻意要他们动回冲啊，这个从好所的，这个快乐所的哈。看他们每个人精神奕奕、开朗而自信的笑容，就知道为什么古人说人生70才开始了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